天公掠入改婚门诊。有哦，请问阿公想到改婚是唔是？你妈同意爱参孙，美术顺好，想到期望改婚，不过真难改啊！阿公，来我人卫生署挂改婚门诊，唔是挂好费。土摆障碍拿摸到200克的照片铺婚负担，有真多人去考案甲婚改卖呀。小招一不种改卖，我有讲交朋友靠真心，改结婚爱耐心。我惊我的儿日唔老哦。现唔是把心来参加我人免费的改婚班。每有专家来教大家正确的改婚方法，改婚期间要养住饮食和面通。也就改婚班真特别。每种和要的想到改婚的朋友互相加油啊！阿公，你天袂成功甲婚改卖耶？好，美术顺，我前来期望。二片拢真关心现和阿婆。上摆长来问检查的事情咧，就这样么？系呀，阿公记得爱请时间来做口腔黏膜检查哦。就年岁啊，特做检查，拢无特别紧张。阿公，唔是把心，检查了较心安，身体康健，才会得母下人安心。好，我会暂个安排时间来检查。